呢課書呢係28課嘅絨毛小熊。絨毛小熊，我有一隻絨毛小熊玩具，它有一雙黑黑的眼睛和一對圓圓的耳朵，尾巴短短的，十分可愛。小熊陪伴我度過數不清的快樂時光。他當過我的病人，我打針的技術不高明，他卻乖乖地躺着一動不動，從來不喊一聲托騰。他當過我的學生，那時我不識字，也不懂數學，他卻一本正經地坐着聽我講課。我有時把他當成小狗，拉着他四處走。有一次，因為我太用力，所以扯掉了他的耳朵和尾巴。媽媽說，這隻小熊又髒又破，應該丟掉。我聽了十分驚訝，馬上說，小熊是我的好朋友，怎麼能隨便丟了？我會給小熊洗澡，你可以幫我縫好它的尾巴和耳朵嗎？現在我上了2年級，小熊還是我最親密的朋友。每天他依依不捨地用黑眼睛送我上學，還陪我讀書睡覺，我們依然在一起生活。好啦，咁今次呢，我哋翻到嚟呢，要寫啲乜嘢字呢？我哋呢，寫嘅字都唔算太多，但係我哋總需要識讀㗎喎。好啦，我哋開始讀啦。我哋第一個呢個係病人，病人英文即係 patient。好啦，應該即係差唔多等於 need to，we need to 就我哋應該 ，OK？ 或者 we must 我哋應該 ，we must keep quiet，OK？ 好啦，第三個係卻，第四個係喊。嗱，呢個喊呢，通常係大嗌嘅意思，就係喊啦 ，OK？ 第五係痛定係疼呢？疼愛都得㗎喎，可能係讀疼喎 ，OK？ 呢個字呢，我要查下，你哋讀疼定係讀痛？疼啊應該。好啦，第六係毛茸茸，跟住係水汪汪。嗱，毛茸茸咧，通常咧即係話係英文係 fluffy 啦，係咪？即係好多毛嘅，通常形容係毛公仔嘅。水汪汪咧，通常形容眼睛嘅。嗱，你有一雙水汪汪嘅眼睛，即係證明咧你眼入邊咧好似成日都會有啲淚水咁。即係唔係話你病，但係可能你真係好靚，會有啲水咁樣啦。呢個係疼嘅話咧，就係痛嘅意思。OK？ 有陣時話祖母很疼愛我，即係其實佢真係好錫我嘅意思。好啦，卻咧通常話乜卻乜嘅。OK？ 譬如我很愛這隻。我很愛我家的小狗，他卻不愛我。即係你中意佢，但係佢唔中意你，即係可以咁樣用咯。咁當然仲有好多種用法啦，嘅意思就係咁嘅，好似感覺上係同你本身想嘅嘢相反咗，係咪？好啦，應該頭先講過啦。OK， 應該做咩啊？放學翻嚟應該做功課。做完功課先玩啦，係咪？跟住病人你知啦，即係 sick people 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即係頭先好似講社區常識科講，佢護士同埋醫生其實佢就係幫助病人啦。OK， 就係咁樣啦。咁好啦，我哋再讀多一次。第一係
patient 即係咩人啊？唔舒服去睇醫生，醫生係幫咩人啊？係幫你去到你都會同醫生講啊，醫生我有病啊，係咪？所以係病人。病人第二係應該該，第三係卻，卻第三係卻，卻通常係同你本身想嘅嘢相反都可以。係第四係喊，喊係喂食飯啦，喊呢個係疼，通常係講俾人打完呢係會痛嘅。OK， 好啦，第六係毛茸茸，毛茸茸係啦，第七係水汪汪，水汪汪，毛茸茸同水汪汪都係形容一啲譬如形容個公仔啊，係啦，形容狗啊，或者形容雙眼睛啊，都係啲形容詞嚟嘅。OK， 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就寫咗呢一課噶咯喎。咁你見到啦，呢一課其實咧都有好多字我哋要需要讀嘅，所以咧同埋我哋默書咧就嚟 cover 到呢一個，所以我哋都係必須要温嘅。